隨住新一屆施政報告提出為發展國際創新科技中心，將制定香港新型工業中長期發展方案，我哋已經進入工業4.0時代。工業同埋高新科技已經不可分割。工業與系統工程係一個跨學科嘅領域，專注於提高系統效率同埋效能，結合工程學、數學、管理科學同埋社會科學知識。產品創新及智能製造工學士課程 JS3236 強調創新思維同埋技術應用，以應對快速變化嘅市場需求。理大產品創新同埋智能製造工學士課程具備幾個關鍵特點，使到能夠有效去應對智能製造同埋數字化轉型帶來嘅機遇同埋挑戰。首先，學系與業界嘅緊密合作，為學生提供咗好多寶貴嘅實習同埋項目經驗，呢啲都使到佢哋喺求職嘅時候更具優勢。其次，跨學科學習模式融合咗工程、商業同埋設計，幫助學生從多角度思考問題。此外，課程嘅內容涵蓋咗物聯網、數據分析、工業4.0等前沿嘅技術，使學生能夠掌握最新嘅工具，為未來嘅工作做好準備。呢啲特點使到畢業生能夠靈活應對不斷變化嘅市場需求，成為推動工業創新嘅重要力量。我哋嘅課程特別注重培養學生嘅解難能力，以問題為導向，強調透過解決實際問題去激發學生嘅批判性思維同埋創造力。學生可以學習點樣去分析呢個複雜嘅問題，提出有效嘅解決方案，並進行呢個評估同埋優化。咁我從事機械人同人工智能啦，咁亦都有呢一啲跨學科嘅知識，咁就讓到咧我可以提供一啲好實在嘅解決方案。依家咧我多啲專注喺物聯網嘅生態建立，咁亦都係咧做一啲系統嘅整合啦，同埋點樣咧讓到成個城市變得更加美好。其實理大都會提供好多嘅 internship 嘅機會，咁好似我咁啦，咁我喺我嘅學習生活入邊咧，其實我都好榮幸可以去咗2次嘅海外嘅實習，咁有一次咧就喺土耳其，有一次咧就喺捷克。咁喺呢2次入邊咧，其實咧都係用到一啲工程嘅知識，幫助公司咧去嘅解決問題。呢個課程咧其實都好多元化，除咗工程方面嘅知識咧，仲有智能製造啦，仲有市場學。其實咧可以讓到學生去到訓練自己成個思考嘅架構，從而咧應用喺唔同嘅行業入邊。同學喺畢業之後可以從事唔同嘅工作，包括擔任製造業嘅工業工程師、項目工程師、品質保證工程師。除咗製造業之外，好多畢業生亦都會從事產品嘅開發、資訊科技同埋諮詢管理等嘅領域。憑住佢哋嘅專業知識，佢哋都能夠為各行各業嘅發展作出重要嘅貢獻。香港工業正係轉向新型工業化，並以智能製造去提升生產力。今日嘅智能製造已經具備咗數字化、人工智能同埋機械人嘅元素。學生需要不斷學習新嘅科技，融合唔同學科知識去面對新嘅挑戰。產品創新及智能製造組合課程內容涵蓋工程經濟學、品質工程、自動化技術、工程通訊同埋資訊技術等等。最高比重嘅 DSE 科目包括英文、數學、M1、M2、資訊及通訊科技、生物、化學、物理同埋所有嘅組合科學。工業4.0標誌住智能製造同埋數字化轉型嘅時代。JS3236嘅課程正係為咗應對呢一個趨勢而設計嘅。課程涵蓋咗 AR、VR、大數據、機械人運作、系統整合同埋物聯網等工業4.0嘅核心技術。同學們可以喺多個專業實驗室中使用先進設備，進行各種實踐同埋創新活動。課程強調理論同埋實踐並重，為畢業後掌握工業4.0所需嘅技能打下堅實基礎。如果你希望踏上工業4.0嘅理想大道，快啲到理大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嘅網頁了解更多資訊啦！